菜头变菜脯，菜头敢有分白菜头甲红菜头。其实咱讲的菜头是白色的，红的或者仁仁，嘛有人叫红菜头。毋过红的仁仁甲菜头是完全无同类，若看叶仔就知。白菜头是12花科，仁仁是线形花科。菜头是叶仔甲头拢会食的，毋过菜头也有分专门种来食叶仔，甲干那食头的，这是无共种的菜头。日本人较接食菜头粽，因嘛种较适合食叶仔的菜头。台湾人惯势食筋，所以干那种袂少，干那的粽嘛会食的，只是较粗较歹食。菜头品种号做干那，因为伊的头就像酒干那，小可圆圆。台湾也有一款叫做乞仔，恒春阁有叫做牛乞仔的品种。乞仔种就是一颗闪闪长长，像顶伫涂骹的乞仔。也有一款尾仔圆圆的，号做梅花仔，这款种伫北部较侪。菜头是寒人大出，为11月开始收到过冬的2月甲3月，有的所在热人嘛有菜头。台湾是规年拢买会到菜头，热人的菜头大部分是南投埔里、彰化丰原甲宜林出的，也有一种是为味浓来的味浓仔，是细条佮免抠皮的白玉菜头。毋过热人的菜头大部分是中国进口，台湾热人菜头产量少，也有就是人工贵。菜头点籽的时是用机械，毋过要收成的时需要人工抠。因为人工变贵，这20年来台湾菜头的产量愈来愈少，所以有菜头园是开放予大家去抠菜头。菜市仔的菜头要安怎拣？若是必开的菜头，也是会食的。若是顶面的皮变青色，是因为菜头大甲走出来晒到日头才会变青，也是好食的菜头。上惊的是买到膨心的菜头，就是菜头大了伤紧的时，叶仔甲花咧大，头吸收的营养无够，才会膨心。菜头大出的时，就会使晒菜脯，也是生菜脯。菜脯安怎晒、安怎生，无共所在的方法嘛无共。北部的菜脯有规条晒，嘛有切做一片一片的菜头钱，也有带一丝一丝的菜脯米。中南部的菜脯规条晒较济，也无就是破平，嘛有独幼幼的。菜脯有晒真焦，嘛有晒无啥焦的。宜兰人的菜脯真趣味，因讲菜脯生是毋免晒日头的菜脯。宜兰的雨真济，较歹晒菜头，所以因的菜脯做法无同，是甲菜头切切的，烧盐了，摕石头也是重的物件缀咧，互菜头出水，水倒出来了，继续用石头缀，连续几若摆，2-3工以后无阁出水，就会使下寡盐，悄悄咧，
装入去玻璃罐仔内底，放一阵仔就变菜脯馅。菜脯若放1-20冬以上，就号做老菜脯。嘛有人讲是乌菜脯，这款菜脯真贵。老菜脯是乌色的，甲金蕉变乌是同款的化学变化，叫做氧化作用。真正的老菜脯落去煮，也是乌的，色袂无去。泡茶的猪扫嘛会使煮菜脯鸡。菜头毋知长，三无菜头的长头，这句俗语是讲一个人无头绪，毋知代志的美感。食菜脯运豆油，菜脯已经真咸，搁运豆油。这句有两款解说，一款讲法是食菜脯搁运豆油，加了的、加无用的、拍算、讨债的意思。也有人解说做表面好看，无实际作用。12月食菜头，6月才长扫。这句嘛有两种解说，一种是12月菜头大出，食伤济、伤冷，食了到6月时才来扫，表示一个人做的代志，早晚拢着爱家己负责。另外一个解说是明明菜头食伤济会扫，毋过是过半冬才开始扫，这代表一个人的反应伤慢。旧年发生的代志，到今年才有反应。